今日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。今日天氣報告：香港今日多雲，間中有驟雨，氣溫25至30度，濕度高，記得帶雨遮。輕鬆捉緊財經脈絡，財經頻道市場快訊。根據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數據，截至5月20日當周，黃金餘額增7742手，至118615手。市場睇好避險資產，地緣政治或經濟不確定性推高需求，投資者對黃金信心爆棚。原油餘額減12816手，至81336手。全球需求前景疲軟或供應增加，市場情緒謹慎，投機者減少睇好壓住。天然氣餘額減22516手，至1888585手。溫和天氣或庫存增加影響，短期價格上漲預期減弱，投機者傾向減低風險。美國10年期國債淨空頭款項減38920手，至8511431手。市場對長期債券價格悲觀情緒放緩，或受經濟數據同政策預期支持。注意本周重要財經動態。星期一，5月26日，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講話。鮑威爾講話可能透露聯儲局貨幣政策方向，影響市場對利率同通脹預期，波及全球股市同債市。星期二，5月27日，內地4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年率反映內地經濟健康狀況，對內地股同全球商品市場有直接影響，特別係工業金屬同能源。星期三，5月28日 ，APEC 會議，點解重要？APEC 加可能調整產油政策，影響全球原油供應同價格，有關油價走勢同通脹預期。星期四，5月29日，美國核心些物價指數核心 PCE 係聯儲局最關注嘅通脹指標，直接影響未來利率決定，對美元同資產價格影響大。星期五，5月30日，美國4月 PC 物價指數 PCE 數據進一步確認通脹趨勢，影響投資者對聯儲局政策嘅預期，波及股市同債市。星期六，5月31日，內地5月官方 PMI 數據 ，PMI 反映內地製造業同經濟活動強弱，對內地股同全球市場信心有關鍵影響，投資要穩陣，密切留意呢啲事件。今早經濟概況：內地股指數3348點，香港恒生指數23601點，美國道瓊斯41603點，紐約黃金3387.38美元一盎司，紐約原油61.77美元一桶，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4.507%。4月人民幣印鈔速報年化增長8%，即係你1萬蚊一年少800蚊，點樣追返？一齊同我哋探討啦！今日生活逆數5月26號，月字年4月29日陽日沖牛，生肖猴，今日狀態優異，生肖牛、兔、龍、蛇、羊、狗，今日狀態優良，生肖鼠、虎、馬、雞、豬。今日事事小心，當日配色黃色最旺，白色順暢，綠色利談判，黑色稍遜。今日講住咁多先，聽日再見。